来看今年的就职表演哦，上特别是有台语、客语、半子的演出，都有传统的戏曲，用无共族群的语言甲多元的文化来呈现出咱台湾社会多样性。 台语和客语的 rap 头一届登上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典礼的表演舞台，让现场的气氛变甲真活泼。伫摆一个典礼当中，唔但通听到无共的语言，嘛通看到无共族群的传统戏曲，有客家戏、京剧、摇歌戏。 第一段演出以祈求吉庆欢喜台湾做主题，各入台湾戏剧学院、台湾特技团，一个九天民俗技艺团做伙演出，伴做群山下凡来祝福台湾、保卫台湾，也希望花莲大地当的中建曙光一切顺利。类似台湾庙会的顶头的感觉，嘿，所以阮是最主要就是爱保护台湾这个土地，啊，互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 接续落去，也阁有九天民俗技艺团队整个，高甲讲落去，现场的气氛是闹得滚滚哦。九天民俗技艺团表示，伫总统、副总统的就职典礼有遮尔侪外国来宾来参与，伊嘛希望会当透过歌声和表演，互因体会到台湾庙会的顶头文化和艺术的生命力。因为520是咱新的总统的就职典礼，虽然讲那新的这爱来到老日，所以咱九天的政歌都是老的上好的代表，所以阮用经典的古曲。 啊，希望讲借由咱的政果，会当在这新的总统就任的时阵，会当帮他打响胜利的第一天安尼。最后，台湾特技团也合力做伙完成高难度的贴图汉，伊嘛希望台湾会当团结共心，继续行往高峰。现场节艺文表演精彩个好看，也互严肃的就职典礼充满活力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